take one。差没你干嘛呀你？那个不是我要去哦。有一些困难的记台词就要快乱。拍一个大型的金刚战士，然后会有电影剧组帮我们拍片。我们有一个演员甄选会，奶奶是主角哎，会一起演戏耶。哎呦，那么棒啊！上战士要上大荧幕，好吃。哎，我妈90岁了，他们都要一起找我们一起演戏耶。快80岁了嘞。你会有对手？他是劫持耶！会不会太夸张？你说我是粉红战士，战士，粉红战士，战士。我很难想象这到底要拍什么。好，开始。还没开始哦。重办。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每次都忘了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奶奶到底会记得多少呢？就算她只记得一点点，跟着我们一起笑，那就很棒了。你干嘛啦？战士的数量太多了。大家准备。穿衣服。好啊！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本嘅福喜女呢個節目。今日大家看到嘅短片是你基本嘅小改本，大家嘅紀錄片，因為你基本嘅繞場，所以嘅鄉親朋友肯去自然來看，你出紀錄片，到底係用應該一出紀錄片。按貼片呢，基本依個土壤啊，主角都有來到現場哦，大家分享係呢個土壤，一開始都繞場解釋係呢個妻子有土壤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哦，歡迎大家來戲院看我們的邀阿公阿嬤拍 B 級僵屍片。耶，分享土壤，我們等一下再好好嚟紹介下到底啲係乜嘅片哈。聽到個繞場嘅是係大家家下讀短片啲都有看到嘅，是呢個主角從哪兒激發阿婆。大家好，那是中來激發，來中來激發，台上對嗎？台上，來中來激發，大家好，歡迎阿婆。哇，阿婆對你呢部片讀嘅，主角話經驗已經。你講吼10歲講94歲咧吼，啊，聽到繞場嘅係呢個男我依個男主角係呢個阿 Q 吼，佢做對唔對係做風戰士，歡迎阿 Q。大家好，我是紀錄片底背嘅風景港戰士蔡水柱。耶，歡迎！哇，恭喜彩妹吼，今日東方姨做啲繞場度土壤，然後阿婆，還有阿 Q，嘿，來到兩片。中來激發，錯，阿婆好可愛哈，阿婆你也中來一激發啦，耶！說實在的，恭喜彩發哈，而且阿婆啦 Q 都冇想到，經驗就是你們冇想過讀呢個一生地圖，還有機會做冉，他去到天然地圖。本大家來看吼，聽說有當到嘅故事吼，等一下好好來講，先讓大家來紹介一下，到底你係用應該一出紀錄片，土壤上呢大家來講一下。好。其實這部片呢，我們有個成品叫記憶戰隊，然後網絡上 YouTube 可以找得到。是，對，就是我找奶奶跟鄰居一起演戲，演一個金剛戰士大戰僵屍的片。然後，所以我的紀錄片叫邀阿公阿嬤拍 B 級僵屍片，就是整個解析為大家揭秘，就是我們怎麼樣找到這些演員，我怎麼跟奶奶拍戲，然後我還串聯社區的很多人，長輩阿公阿嬤、大哥大姐一起跟我拍片，然後整個過程有歡樂有笑，是一個有趣的紀錄片。也很感人，很感動，這樣子。好，我覺得簡單讓鄉親朋友來講嘅是係講，但係佢係拍一出僵屍片，對，咁樣講僵屍片。因為伊係親嘅，唔係講你大家都第一個有名嘅冉吼，你請冇下感應，你請領啥請朋友咧去了出天然。咁講你去了出天然嘅歌唱，你就要強調了所有嘅歌唱記錄起來，所以紀錄片嘛，吼，啲都要動到。動要群體，你講動站到帶大家去看嘅天然。所以我大家來講一下，你10月13號，對不對？就在戲院裡面，對，已經上映了，已經上映了哈。所以要繞場大家強下來看，安樣嘅
一出片吼。不过抓说简单讲抓出片系内容系安样呢吼。你今日东北伊走的绕墙头，你大家有看到了在海报，该中间去的该主角有没有穿这个战士的衣服，小的动等一下有没有？很有精神的，就是我们的吴主角。吴主角啊，来同你个演出，是你个阿婆吼，我们都问一下阿婆好咧。阿婆，你记得七家度该纪录片地图，你会做嘛个角色吗？就是阿婆做嘛个角色吗？你记得你演这个吗？哎你有记得演金刚战士吗？有哈。阿婆，你会简单的讲一下，你做地图会做嘛个角色吗？你记得有演什么吗？你讲木柱捏莫打开了，他常常说他的海报就眼睛没有打开，他很在意。他叫我眼睛不要打开来这样子。有吗？有吗？我说笑，结果阿婆一笑之后眼睛就眯眯，对，他笑起来就会，所以他很在意就对了。对，对，你看你让阿婆眼睛眯眯，他到现在都很在意。有吗？阿婆你有没有主动讲啊？没主啊？动酱，主持人讲要木主动价。哎呀，係啊，你基本你法中未法到动酱，你看你基本你法到动酱，啊你基本你做埋做贵心爱用风荡荡。怎么会穿粉红色的？你怎么穿粉红色这么漂亮？他叫我穿了。因为你在片中是饰演粉红色战士。这是不是？对，好，对，因为你个阿婆今年其实92岁嘞，吼，然后咱你个乡亲朋友咧讲，其实阿婆具有失智，就是你用哈话来讲，咪做在讲像你形容词，就是有一点，所以已经20年嘞，差不多。你是纯年了。你是纯年嘞，对，所以其实对阿婆来讲，因为阿婆俩好老嘞，糖也冇讲糖都按清楚吼，所以大家维持到奇怪，该做嘛袂绕墙，阿婆咧做了出去个唔足够。所以问一下头然，就是为什么会请去嫁个阿婆，所以走了件事情呢？我奶奶她一直来就很有戏感，就是她很好玩，然后讲话很大声，就是呈现一个很喜剧的人物。我从小看她就是讲话很有趣这样，然后我自己就会邀家人一起来拍片，然后她自己就是莫名其妙变得很红，因为我之前帮他拍一部叫《这不是客家板条》，在我们的粉丝团叫《决战家族》里面，他那个扮成饶舌歌手，就戴爆炸头的假发，有65万点阅率，哇，对，所以他就很有个人魅力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太棒了，然后因为他常常会忘台词，会蹦出。他没有说，好，他一直怪我，好可爱。就是他常常台词会忘记，或是蹦出奇怪的台词，然后我们家人在旁边就一直笑得很开心，然后我就觉得那过程很好玩，就是一起陪他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阿婆她不怕镜头，对，然后佢也唔会降散。吼，就因为维修，我迄记咧做嘛，家己面对镜头，因为头然讲的一个短片我有看过，他在镜头前面，他就是很做自己，对，他很做自己自我，你迄个表演嘛，家己有动感表演，然后佢他法又好，有冇他教法讲到动好，所以基本又动到很污的乌客语，就是很道地的哈维堵该地图，所以他就变成很有个人的明星魅力，所以点阅率就会很高。你刚说65万，好，那如果我拍一支的话，大概点阅率300多吧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就是一直从一个小小的短片开始研发，然后延续抖底下的变成一个长片。对哈，所以台大围棋都讲哇，这听起来这个是一个起心动念当时的开始，可是事实上也跟阿婆的失智有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请阿 Q 来讲一下？好像一开始嘛，来发现阿婆又爱用改青孔。其实1920年前呢，讲说法，几日前木柱芒镭射一些，白内障芒镭射一些就叫大木匠。嘿，大木匠的些呢今咪咪跟木匠那年，那都修好，那就输行啊，那就输行问下大家讲，木匠准来边？我讲哟，木匠没专业树人那呢，原来做的啊。台 Q 可是怎么办？我现在也会这样子哎。国内些是讲录音界会卖出来。嘿。录音界些佢会准备佢即个要准备个写这个皮包啊。嘿。个皮包咪苏康人啊。那年。苏康人些呢问下大家，叫我填签啊，我道你签乜嘅喏？叫我而卖出，我皮包签5度。我讲皮包咪专业树人攞嚟签
青皮包，吼，事实为红来管的吼，我是带去创港款，啊，创港款来说呢吼，红款好咧，一切人款好咧呢，款到最紧来痛快一件事情是讲吼，一礼拜5天哦，拜日到拜5天，款90块。哇！哦，加东西。你加有检查嘛？检查，佢这咪系实质来考嘛，实质来考上要检查到嘛个心脏啦、热胃啦，吼嘛个肝啦，你哋吼全部要检查到啊。啊，要检查到嘅时，冇法度一定要检查。啊，所以过嚟嘅时候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按亲人来陪伴咗吼，然后按自己嘅耐心。按自己嘅爱心也当重要，按陪伴佢啦。啊，因为我呀时常来开玩笑，时常了解呢，冇了解呢吼，佢點咪慘啦。了解之後呢，吼，佢話咱吼，為咱互動，為咱溝通啊。啊，所以咧，我咪讓我來，讓我冇講吼，人當是講吼，唔得愛像我樣做，本機咗吼，要想來控制啊。哦。用佢講佢聽攞咗，唔會控制啦。哦，呢是啱係，咱報告下。你講錄音加上種聲音是種阿婆咧下嘅情況，有冇？吼，尤其係錄音感覺，佢面對，其實上面對聲音用，有了解，落去打嘴鼓，啊，佢話佢歡喜。不過是種台球講嘅，該冇人改哦，因為佢要花時間，你有耐心，你要懂佢嘅順條，錯冇吼？而且上戲還要懂聲音，錯冇？懂辛苦哦，懂辛苦。其實阿 Q 係攞了解事情講到好簡單，其實阿小心阿 Q 兩多年來其實非常係辛苦哈。不過普遍係很有意思嘅事情，還有乜嘅故事，你聊下，等下張總嚟講。東方宇宙的繞牆道，你了解紀錄片嘅土壤，然後主角嚟到現場吼，咁個話繞牆你嘅所有嘅鄉親朋友做得去到自然來看，見到嘅紀錄片咪上係本大家嘅一種支持啦，從冇可咪對你團隊嘅支持。其實土壤應該當地吼破天然冇咁簡單吼，要錢吼，啊去到天然地圖還有人來看，從冇吼，咁個今日只是東方宇宙的繞大家來小解。感謝講阿婆，謝謝阿婆。對，其實倆這片很有意義啦。我們說 B 級僵屍片，其實就是本台家都小小叫，那種小啊是叫咧，叫有小咧哈。最重要嘅目的是係講，其實每本台家都慣發呢種失智症。今日上堂節目也聽講到，其實陪伴失智症要很有時間，都要時間要耐心。咁講係，你先準落嚟，要出田地圖來講嘅時間，其實跟阿婆對戲。也是需要一種技術，對不對？對。而且阿婆還要背台詞。對，導演可以分享一下。其實我要借由這部片要講，就是失智症者還是有他的能力，所以我們要看他擁有的美好這樣。所以奶奶的台詞我都是特地量身定做，比如說超過8個字發現他會卡關，我就會刪減字。好，或者現場那個攝影師拍到他可能也卡詞，我就會說，那這一句話我分成2個鏡頭拍。對，然後我是當下跟他講說，好，你現在講什麼話？比如說，這不是我的地盤，然後換你。好，就是有的時候太過於給長輩或是失智症患者一個，給他太多壓力，比如說會解釋說，哦，你等下走到那裡呀，你的心情是什麼？他也會覺得，哎呀，好難吸收。那我們乾脆就當下給他台詞，當下讓他有玩樂的感覺，讓他有成就感。所以每次他只要念完一句很厲害，然後我就會想說，哎，他好像可以做到更好哦，比如說現在這顆鏡頭只有60分，我想說再試一次有90分。他做到之後，全部工作人員都說哇，然後他就會覺得很開心這樣。對。哇，阿婆好棒哦！本來想說阿婆要不要練習一下，現在算，先不要考試好了。沒事，想阿婆壓力很大。其實倆出體地圖，除了我們講阿婆算是素人演員，但是自己的親人阿 Q 也是哈，阿 Q 也是。等一下好好來問一下阿 Q 很了不起，願意參與，對不對？他自己其實走戲冇人貴呢，有時間，而且要很放得下其實你有很多素人演員，對不對？都要去甄選，其實倆時間冇很簡單。對，一開始就是因為我跟家人拍片拍很久了嘛，然後我就想說，那我好像想要讓奶奶開始拍片了，因為我們前面有一些舞台劇的演出，我們跟奶奶一起上舞台，然後上舞台的話比較難，因為它是整場10幾分鐘嘛，你要 hold 在那裡啊，沒有停止。對，然後影像可以一直重來，可以咔再重來拍一個好的這樣。
所以那时候我跟家人演完戏之后，我就觉得好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想要跟邻居一起跟奶奶演戏，找邻居一起这样。所以我还到社区发传单，就是你愿不愿意演戏，愿不愿意演戏这样。但是一开始都被遭受拒绝，对，然后还找了一些团体，比如说我自己闯进歌友会，因为那边很多长辈爱唱歌跳舞嘛，或者是我去问桃园市政关怀协会，他们有话剧队的志工，专门有在宣导失智跟戏剧的一些大哥大姐，所以是拜访了好多团体，然后把他们找来一起演这个有趣的电影这样子，对对。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不管他们是不是话剧社或是什么，毕竟也是一个很新的经验。对，然后所以其实又变成是，你能不能用比较专业的方式来要求他们，也会有一段磨合期，可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素人演员的部分。我们先讲一下，这里面其实有5个战士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阿 Po 是其中一个战士，对。然后阿 Q 你也是其中一个战士，阿 Q 你要分享一下你起大概角色吗？其实甲下用导演只说本来角色用因为我等阿妈啦，阿妈系粉红战士嘛，对，粉红战士上下呢佢系同作用落来推词用，我唔記得，那2、3年我在旁边来填书啊。题詞，對，題詞，對不對？每樣生每先拍片那些鏡頭咗拍強多咗變 NG 啊。所以你有給你一家來吃，還有給阿婆來吃，係安樣意思嗎？所以你一家講的時候，應該係幫他提詞這樣。多家嘅鏡頭那些呢，我講機唔記得，講機吃呢，唔記得，我提相機啊，係啊，我這個吃是冇問題啦，係啦，佢嘅腳本本來用我講實在話，我嘅部分，我驚嘅部分我講實在話，我會搞混，去配啊。兩個應該推詞你都會配我配起來啊，冇人辦我本來提相機啊。是阿 Q 恭喜才會哈，就是我也很難想象阿 Q 會拍這個，因為剛才還有很多相片，裡面有5位戰士站在那邊。阿 Q 你自己怎麼看待你自己穿那個？你知道那都是以前跳拍那款卡通，有冇卡通漫畫？怎麼款都該相片？用前面有有看到這種相片，就是阿 Q 你是紅戰士，什麼？你怎麼看待你自己？你剛剛那很雄壯威武，你剛阿 Q，你剛才這樣你剛才這樣。咩？你講實，主持人應該搶高嘅嚇。唔感覺你有看到安泰克嘅戰士冇？冇啦，開玩笑啦。其實我對啲自我導演人拍嚟片咗嚇，因為畢竟我係啲台 Q 啦。因為係我媽媽佢實質嘅關係，佢咪當有愛心，當有耐心啦。是講日前有拍嘅短劇開始啊，開始嗰些叫做要計法講嚟拍兩部片咧，兩部片拍不少年咧。你看啊，拍差不多4年啦，佢剪片咧要剪差不多2年，你看跳舞是6年啦。所以你各種嘅辛苦咗只有導演佢咪一家講。即個講嗰些，佢講嗰些，做阿 Q 嘅演員你有可能講唔嚟填書咯。講實在吧，所以講我要填書嘅方式是講我係推詞，我媽媽係推詞，然演員要公司對待嘅鏡頭應該係我係熟啊。我比這個做生活更壓力。對，阿 Q 的意思是講，就他盡量的表現出專業、熟悉，然後不要造成你太多就是 NG 的這個負擔，什麼？韓國你做該戰士的衣服，就很凍熱係嗎？嚴啲呢，做好戲啊，貴身唔會跳戲呢，樹溜到該兩張毛豬要空一點點，跟住跳完睇呢。應該都要關於咪個海船喺碰呢，個沙灘上撲啊，個經驗呢，你都會撥下嘅呀，撥一撥啊。阿公好，阿 Q 好可愛，因為很多相片，他因為我跟你講，冉是怎樣用呢？這就是台家子弟冉該辛苦，凍也該時間，你很用力，真用力。你說有時候浪天拍熱碰熱天該戲誒，浪天凍他還要穿短袖啊，表現好舒服，明明寒流有冇？係冇是安用力，所以你家下拍一些嘟嘟熱天，都該。熱天啊。個人訓改回春嘛，又要穿那個不透氣的戰士服。跟哪會跳戲喏？唔會跳戲，是兩張毛豬一年啊。
红叶都很唔敢啊。那我但因为大舅就是真的比较会演，他常常跟我们一起演嘛，他台词也不会记错，所以我就会把最难的给他，动作戏都是他去打，所以他穿的是那个金刚战士服是最久，因为他动最多，然后最早去穿，对。还要跟共戏对打，系吗？对，实在对打，魔法图呢。导演那时候应该叫我去演僵尸啊，我可以演僵尸啊。你看那有僵尸，摸一下。对台 Q 来讲，你觉得哪一幕是最累的？这中间除了热以外，你也自个嘛，系水甜的。最热铁啦吼，天爷些呢吼，那种是对打的些吼，该动作用啊吼。动作戏。因为子荣导演吼，机械有 Q 很严呢。哦。冇见过机，特别讲好嘞，该吼强挑你来冲破。爱啲紧打到突然讲卡。系啦，所以你做下辛苦。你到底要卖饮料帮阿 Q 啉哦，好唔阿 Q 啉？我该有啦，伊听说台式较少冇有啦，才少有香酥。哦，问下阿婆好嘞，阿婆。主持人咯。阿婆，你做戏做对不对？做该粉红战士啊？阿婆有看过吗？阿去七家表演有满意吗？你看你的片子有没有满意？你对吗？有哦。你觉得演得很好吗？有。你演得好吗？演得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哦。所以阿婆有进电影院看哈？有都有。是哈。但是因为他很常看我们荧幕都会有我们常拍的影片嘛，他很常在荧幕上看到他自己。那我之前的短片也在社区小型的电影院放过，所以他看到自己在大荧幕上，他很平静哎。我就说你，他就这样，很平静，真的哈。那你帮我问阿婆，她喜欢演戏吗？你喜欢拍片吗？喜欢哦。好玩吗？好玩哦。那如果那个顺还要拍的话，找你当演员，你还要吗？要。好哦。什么角色都可以演哦。真的。对哦。那武打戏可以吗？打架的。可以。哦。阿婆会怕记台词吗？你会不会觉得记台词很累？没关系。没相干啊。累了回去再休息啊。台词体力的部分，你台词唔记得爱做旁边那提详，当然做得啦。阿婆笑得很开心。阿婆说累有什么关系？回去再休息。对。什么？做一场歇困是好嘞，你都了解后上音。阿 Q， 你这个后上音做唔得啦，听阿母来做一场休息。做得啦。哦，我看到阿婆刚刚分享是不是第一个？其实对，以我来看，对我来讲，除了系俩出天然界分享，其实我看到系一只家族亲港界凝聚，还有动到小扣改事情哈，像你改向这边先聊下，你等下怎来讲。有会。运动分析就在绕墙度，理解投燃了，你讲男主角来到现场，马家戏咧是理解绕墙阿公阿婆拍 B 级僵尸片，新月13号度天然燃是有做在看的，你基本嘅节目播出的时间，大家还系做在去亲密下，还有当到个天然燃做在来看俩出纪录片吼，所以绕墙你个乡亲们会讲你有时间有限吼，睇紧读谁字，大家收看收，听下来去然看戏吼，因为俩出戏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记录，动展了解纪录片，最重要的事情是看到一只家族纪录用因来邻居纪录解情感哈，用因来对像是阿婆，因为其实失智手阿 Q 讲了也差不多20年了，怎么样一起来陪伴韩狗哈，所以绕墙大家来看戏哈，而且阿婆动等一下啦哈，不过那到补习类对一只单元，所以又不会夹讲哈，对，大家就是这是没有彩排的题目哦哈，你说呢简单问一下，我先问阿婆改好哈，阿婆啊，你们再帮我问一下哈，请问一下阿婆，系咪饲到一家系冻酱改洗阿妹？那冻酱系洗阿妹吗？那冻酱系洗阿妹那？哎呀。酱是哦，有哦，老了，后生的时间有酱冇啦，后生系咩冻酱？
有上哪些动酱？卤嘞啊，肉类没按酱啊，酱啊系冇？肉类没按酱啊。好，请问一下，阿婆觉得，你一家给笋母做土壤，你用因起到一家给笋母有强吗？我没有导演很厉害吗？我很厉害吗？厉害厉害，厉害哦！有烫发有烫发。哦，你讲的话，所以导演很听话，对所以导演很厉害，系吗？讲嘛，家己有烫啊。哦。有烫发。啊，你就追台啊，对啊，你就是里面最大牌啊，不是吗？他就里面的大咖啊，他最大牌。人家说是 A 咖 B 咖就是 A 咖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不演就不演，对不对？台词记不起来就记不起来，对，没吗？有吗？对，有。对啊，很有烫发。哦，佢有厲害嗎？有厲害嗎？佢有厲害麼啦？導演有厲害麼？啊，柔柔有厲害麼？这也是蛮厉害的哦，蛮厉害的。講行呢？哦，你们蛮厉害哦，真厉害哦，真厲害哦！啊，你有起都很骄傲吗？有动叫我吗？有沒有？有啊，要當叫我麼？嘿，有。是梦妮啊，是梦妮哈，是梦妮啊，是梦妮哦。阿婆好可爱。好啦，那个玛莎最好撩阿婆的玛莎。你哦，嘿。食材我有就讲食材的话，系啊，真心话，莫讲好笑话，莫好笑，莫好笑。主持英文哈，啊，主持英文哈，因为卡玛莎最好撩呢，玛莎最好撩呢。是啦，对呀，我做嘛该去入行啊。系哦，阿 Q 系阿婆嘅。抬来，大的儿子啊，大的儿子哦，抬改来了，那就做我就靠机啊，哇，好感人哦，对啊，我都要哭了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哈，什么，就是靠阿 Q 很辛苦啦，不过也是阿婆做嘛该去做嘛该啦。其實咧吼，哎，我按住，我係個人必敗哦。等一下阿 Q，阿婆說。慢移，对，阿 Q 都喊累了啦，对。啊，還好啦，因為畢竟吼，你阿媽要吼，係阿接人，哦，幾種愛寫，愛種幾路，吼你阿不便來投理啦，係啊，所以講你阿部分嚟先吼，既然係愛接人，我就會負起來啦，哦，當然幾種用啊。寫這用啊，吼天書啦，吼，咱個了到家孫啊孫五用啊，吼，當有效啊，當有耐心，吼，你是講吼，唔係講咱一概念係新手安太壓力啦，吼，你是講你一部分來改寫下。係啦，咁個阿婆對阿 Q 係當肯定，對你個順頭讓嘛係當肯定，哈。好，阿婆的口頭禪你們知道嗎？口頭禪。阿婆的口頭禪，我講一下吼，稍微。小可人解釋下，即係口頭禪要啊吼，我順你了解嘅時候，因為我讓我順你講，逐擺誒吼，要很來了解，吼，本件腦筋通通啊，啊佢逐擺了解，會裝你提腿啊，用你數，要數啊，裝阿婆係冇，裝阿媽，佢裝佢兩下咧，因為會打機哦。打機係先講，你神經病。所以阿婆嘅口頭才係神經病。阿婆好可愛。因為逐擺了解咩？逐擺了解叫做了解了係寫叫佛台啊，佛台叫做打印啊，打印會講呀神經病。你看阿婆笑那麼開心。奶奶以前很常講阿蹦香哎，阿蹦香哦，這個也不是嘛改口頭，客家人都會安樣啊。係啦。係咩？阿 Q 啊，客家白銀河，睇下阿 Q 呢啲啊。呢度客家種講嘅，眼薄平哦。係啊，叫講啊。係啊，你咪講眼薄平。當然啊，橋頭山啦，係啊。口頭禪眼薄平哦。係啊。咁阿 Q，你自家看書了天然，你自家看播出過後，你幫柔柔打幾分？其實吼10分來講吼，我講實話，因為畢竟我係嘅 Q，哦，佢啊按辛苦，一路行下來按辛苦啦。哦，我講實話，10分來講吼，我本期吼9.6分。哦。阿婆笑那麼開心。他打幾分哈？你給我幾分？這個幾分？幾分？打分數？打9分？幾分？你打幾9分？
大椒粉。一百份系吗？可能大几多份啊？你啦，汤呀个呀，俺本给一百份啊，安你嘞？主持人分200份，分9份。反正8份哦。阿波讲完那么快，阿波讲完还说不好意思啊，我孙女100分啊。变成哦。不会，阿波好，等一下，最希望阿波记住的事情是什么？因为阿波会渐渐忘记很多事情。我觉得他能够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就很好了。对，其他都没有关系，这样。不过会开始慢慢的就是忘记更多的人这样子。我有。你囡仔，你是之后，囡仔经验重。很好嘅事是讲，爱让啊散，让啊洗洗就啊吼，爱按两个肢体就按来扶持就嘛吼，爱2-3支就唔记得啦。哦，你老老外，唔系让啊散济。哦，散济，就是每阿婆的毛啊。嘿，其他的呢，从顺利来讲，从顺利来就嘛吼，比如来下班的时间呢，下班转那先应该讲，我了解呢。我哎呦，你朋友来签咯，叫我可能冇看到，因为我要提门射门嘛，佢開提門嘅先啲啊，我嚟開房，我嚟開射門啊，我就嚟講，我要朋友簽，叫你冇落來，佢落來先呢嗬，我計埋啥？我冇啱啊，計埋啥？講錯，我嚟叫佢講到我順嘅名。哦，我順嘅呢，我順嘅我名叫乜啥？上海我講我來嘅名。所以你一種實質嘅東西哦，你吼，見到經驗重。你講吼，你出你世界內呢吼，冇耐心咪批判啊，冇愛心咪樣對待咗，應講啥吧？該跌到喊下腳啊！錯。係啊，正經啊，講你是講其實講你應該實際嘅經驗上。畢竟我媽吼，但我媽看先生啊吼。可能20出年嘅，係啊，所以你一點是講較注重啦。係，所以你看阿 Q 其實動容心，我們個節目其實一點鐘嘅節目非常嘅加，最每一單問題都問一下導演柔，就是有沒有收到訊進動動觀眾朋友嘅回饋？有，比較有印象深刻的，就是有燙多。等一下，就是有很多觀眾會說這部片非常有愛，從家族擴散到社區到全台灣，很感動。然後也有一個大姐。其實看完紀錄片就感動得哭了。他說：“我好希望能夠更早以前就看到這個紀錄片，因為他爸爸也是失智症，但是很快就去世。當時他們對他失智是比較失落、難過，或是比較氣憤，因為他們會重複啊，或者會忘記。他說如果這部片在他很早的時候就發現，他就可以知道可以用開心的方式逗他的爸爸，然後在有限的時間創造一些更多的回憶。然後我就覺得很窩心，可以讓更多人去了解，就是失智症是不可怕的，我們要好好去面對它，很積極的陪伴，就可愛的他們這樣子。對啊，我可以在今天的這個訪問當中，可以感覺到阿波是一個很有愛的人哈，因為那個柔柔的腳上一直有那個小小的那個白帕塞感毛屑，有冇？你懂摸汗呢？你流讓你懂摸汗，一直要解決，你就知道他很注重這些細節，然後就是他是一個很有愛的人，這樣子哈。哇，所以今日當歡喜做得繞牆度投入到主角呢度節目地度哈，繞牆大家好，新年13號開始，大家要注意啊，大家戲啊，還有播出了隻紀錄片哈，大家買票來看戲然來看。所以然係對，你講戲劇情感應該一種支持。今日謝謝導演，什麼阿婆，什麼阿 Q，謝謝。好，你所有嘅鄉親朋友3年下來嘅時間呢，繞牆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做認同了。好看福喜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你嘅面書咧傾站哦，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喲。